台南市动保处开记者会来介绍到台南在地羊肉，讲是经过各项严格防疫措施，消费者会当安心来选买。天气一日较凉冷，真个乡亲会食羊肉炉。依照农业局的资料显示，台南市重要的羊肉的生产地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动保处嘛积极协助防疫相关的疾病，确保讲会使生产优良的肉品。欢迎各县市有空到台南市来品尝我们优质的国产羊肉，以及我们优质的乳制品。为了确保民众食到的羊肉是国产的优质肉品，中华民国饲羊协会嘛推出相关的标章认证来维持品质。中华民国养羊协会有一个国产羊肉的认证，国产羊肉认证伊要有几个手续个，爱有合法屠宰场，爱有本山的羊肉。除了羊肉以外，咱乡亲嘛会使买其他羊奶所做的各种制品，这同款有真好的品质。